墨马的试点还没结束，你不要随意和别人搭话，也不要一个人走夜路。这是丁警官对我的命令吗？这不是命令，是我个人的请求。你对我的好，是因为我妈的事让你愧疚，还是别的原因？队长，金水路死了，这边是家属。对不起，那条路是我让他们堵死的，但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。你为什么要堵那条路？那条路有很多冷血的孩子。什么原因？你是真的不明白，还是不敢明白？你为什么要借这个任务？啊？我说过要你来。是你，非得要打他们来。屋企人得佢個仔，佢仲有成10幾歲嘅父母等住佢養。方路，佢入咗嚟我哋4隊都唔夠3年，佢竟然唔夠。我早就同你講咗，好好咁照顧佢哋㗎啦。你仲繼續係啲乜嘢啊？你點樣同我哋屋企人交代？你點樣同我哋屋企人交代啊？放手！你點樣同我哋屋企人交代啊？放手！